来，乡亲朋友，歇困过后，转到了节目嘅现场咯。今日8日好空气来报道嘅单元，同大家向下来讲到嘅，向下来讨论到嘅吼，你也是系空气检查哦。你空气检查有几种嘅，你个讲癌症嘅体检嘅部分，你健保吼，相信到佢有补助嘛。因讲到预防系一定重要嘅，韩国呢你也到癌症嘅部分比例相信到同高吼。頭先我提到嘅是重癌，我用班來檢查。韓國呢，人哋平時也生活啲度，用班來注意哦。醫生來到大家來講到檢查，咪來講到你生活當中，用班來注意，你下稍後咧，我想來講到天一種嘅你個癌症咯，即係講半樣人，我記得。佢糖度，係會排泄，韓國糖度咧是當強嘅哦。聲音講到呢個凝固癌咯，凝癌，你講到呢個凝癌來講哦，最緊嘅咧吼，係像呢啲檢查嘅部分，還係像醫生來老鄉親朋友嚟講，詳細到運用辦來做。檢查從呢凝固癌吼，因也是會用機器吼來檢吼，檢看呢個係。唔怕吼，你講到了解凝固癌嘅只部分吼，你來做了解，講檢查啦吼。當然，你檢查嘅部分吼，可能要分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嘛吼。你偏心嘅所啲，你從頭要來推廣，推廣就講，假使講半樣嘢來講吼，記得第一做嘅是係特專業吼，係固定嘅時間，自家細心嘅時間做得來，自家來做檢查，你是係上講。已經講嘅體液譜，咁我哋喺體液譜來講，當然醫生做得好簡單，都老鄉親朋友講下冇。講嘅體液譜分是幾隻教嚟嘅，嚇，嘅從嘅可能以後會講啦，嚇，是講樣本來檢來面，要做檢查咁樣，係韓國馬士檢做，嚇，按最好，按從呢種一般嘅嘅檢報曲嘅，其實會通照 X 光，照 X 光來講係，照 X 光來講哦，也慢慢又好啦，嚇。從呢種吼，呢幾呢是角度，嘅凝固呢乳腺呢都分布吼還好。呢種圖上起來係正常嘅哦。嗰撒下咯，你看到呢下。吼是略怪怪吼，你看到怪怪咯吼，從呢有啲啲嘅拍點打呢吼，怪怪。結果咯，你差唔多1年以後，漸漸是係乳癌出來啦。係，所以呢是按照早期發現。早期幾度做起來做了治療，有到不樣應該會去，哎呦，就會去檢查了，安排些，清排泄，所以其實，不過講正經，你檢查你還未當正常啊，冇檢查講正經，你個身體空氣冇顧好，也是都麻煩的。係啊，所以有到有嘛建議講，你自家細心嚟先，哈，了鉗，哈，沿着了乳頭按腹腔按鉗嚟看。要買硬嘅東西麼？係要硬嘅東西麼？咁個嗬，一啲講到呢一下嗬，啲嘢要變化，從嗬，一年估你會變化，啱數啲嘢咪唔單曾經講到從啱樣嘅變化天天，啲上班下嘅變化就係講要動到種，要到係良性嘅，嚇，要到嘅係可能你哋下檢查出來是有惡性嘅一隻反應嘅，啱樣從良性嘅朋友見到可能是做得下安心到嘅，也係講佢愛注意你都部分。佢係良性嘅些嗬，你肯定要注意哦。像有人嗬，佢良性2年3年之後，慢慢有變化咧，變到惡性嘅出來咧，當多安樣嘅情形啦。所以你呢種東西說，肯係當然嚟檢查，固定檢查。看有冇變化麼？即家有冇注意到？有變化麼？會痛麼？係樣樣嘅情形。好，所以就係講到呢個基本體育係講凝固嘅部分，因為就天光。好，韓國為要天光 X 光，韓國嘅啲超音波，專業嘅乳房嘅底部結構樣板型，睇睇是有兩種嘅基本檢查，韓國自家檢查，也特專業檢查咧一定重要嘅。你是有一隻朋友咯，佢82歲，差唔多85歲。85歲咧，要你去看天師啊，看人天師，大家教人樣本命嘅乳房，佢即間嘛，實在命
是在客厅的命，命都怪怪，结果去检查，确实是个乳癌。安样型吼，上班还讲到了个人骨癌唔系不容易长为出多哦，吼，了个人讲咱们应该讲，记得可能哦，也袂，转到佢嘅比例还冇按过，因为你个乳房的个乳腺好慢多，好慢多，相信系有硬块，些是冻结是发觉的。好，也是讲到了个，人讲人癌嘅只部分咧，老乡亲朋友来讲到，当然，也是啲啲部分检查系安样去，嗰3下咧，我想过来讲到嘅是系了个排名咪排入到嘅是子宫颈癌了，或者正讲到啊，吼，即係有新行會嘅朋友是來做咧，吼，就前3年當年做，係冇乜嘅問題嘅時間，是3年做一擺，可是你自家喊嘅感覺係有不正常的出血，冇是感覺怪怪的，嗰時候叫檢查，冇講要做抗癌要在第3年，嗰第3年之後是真正變化太多咯，吼，因為子宮頸癌嘅個分裂，吼，是好夾，叫到1公分的些是凍夾，所以到凍夾一些氣象氣會轉移出去是挺難治，所以要在它轉移出去以前，所以推發覺到叫嚟治療，早期發現、早期治療，是當好啦。好，你係講到子宮頸癌嘅部分，不過你係抗癌檢查吼，起碼個時間全部做得來做，安樣嘅檢查咩？也係講要買貼片嘅時間怎來做，安樣會合度好的喎。哦，你係是冇講一天嚟買個時間，最好厲害嘅哦，有個時間當嘅，為工作啦，為做乜嘅事情啦，當多哈，所以你成你自家有限嘅時間，最好是眼水較捱嘅，要買簽一隻時間啦。當多嘢哦，捱冇時間就拖2-3年，當多安尼。而冇時間係自家講嘅啦，一講到嗬有時間係自家簽出來嘅啦。簽出來是有，你唔簽你是冇。真緊係安樣嘅。簽出來你檢查到嗬。所以開始來治療，市場咧都，你即個冇講一條抗癌乜嘅時間啦，你即個你看按台口咧，有下過咧，你隨時所叫來檢查，錯，係有兩個變化，是都唔錯嘅，是只結果個嗬，韓國啲平時自家嘅一個注意嘅部分嗬，韓國可能自家對兩個抗癌部分哦，有了記錄咧到啦，咁樣就咪講。他做到來發現吼，就唔是講喺度兩個抗癌檢查時就發現有長慢嘅吼，冇是係講你係已經有發生嘅，吼你係子宮頸嘅部分啊，吼你係試檢嘅方式，上來係用慢性來做試檢，係應講嘅依然醫生來讓你做。你其實是在同你自家配合嘅家庭醫生來做，其實隨時是在做啊，像你聽台口咧，冇是嘅。你台口每日也講造成的哦，所謂冰凍3尺非一日之寒，小腹3層非一時之殘，幾有樣哦，咁咪講嗰啲事也是安啦，所以你也是天是慢慢有咧啊，咪講嗰見別講台口，你也是慢慢台口起來咧，頓多嘅咧，你是平常所咧治療，是看你有心冇心啦，因為哎呦，我是冇時間咧，哎，我慢慢減是減下來咧，其實你係借口。好，所以是靠自家有決心來做。有決心做哈，係你發覺到咧，人家膽固醇、三酸甘油酯、冇是血糖，哈，你都有過咧，所來治療，通自家嘅線上來配合，好治療。好治療就挺就好嘅啦，好，也是講到一啲嘢都相關嘅部分，好，你子宮頸來講啊，吼，啲算係兩個排名來講啦，後面係排頭前嘅咯。有嘛10名類，哦，啲還有呢，還有一種頭先咪有提到，按照最控癌哦。那最控癌吼，最近來講是專門嘅食檳榔嘅人好多，食檳榔嘅一個機會會好。好高啦，唔係講你冇食檳榔是唔會哦，食檳榔嘅比例高當多，如果最近食檳榔2幾年就好少掉，前幾年當流行嘅些
大家当多因时代个最为出血安样吼，嚼槟榔嘛，干那些当多。就因是个是最歪一片啊，个都今喊你大嚼槟榔当多安，像那些你是会推检查看个口腔底部，肌肉变化么？个口腔底部个黏膜有变化一些，因是会叫去。做进一步的检查。你所以是系了解最空地部度为了个变化来讲，医生咪来让看，像那都看的线上，你看的线上是有牙科线上会通看。牙科做得看。牙科会通看。冇是一般的内科，我讲你全部去个卫生局保即健保局个叫特别的训练，特别的做一家个。认证啦，有到线上是会通看，内科、耳鼻喉科有到线上，基本统一看。好，所以是内科啦，还有牙科啦，也係講耳鼻喉科、也三科來講，會看下你最空嘅部分。最空看你個口腔有病變麼？嘟開有病變，像是叫會好拍，黏膜會好拍，冇時有都會變好風，會變好硬。上班下自家做得看冇？做得咯，自家都下做得照鏡去看，有到應該最難最難去關啊難兩三禮拜唔會好，該是好先會注意咧，該是在去本線上檢查一下，佢好有經驗嘅，佢看咧人家一般的假牙磨到假牙齒磨到誒，其實該聊過的時候，有到是變化咧，該因是盡緊會做進一步嘅個切片檢查。你係是講最空啱嘅部分，一般睇體會是按用品咯，嚟做一個檢查。好，你講睇你都有講百名前幾名嘅呢個癌症之外，還有慢性病咯。慢性病來講，大家頭先醫生咪有提到嘅呢個血壓嘅部分，血壓高來講真緊嘅，你係咪係要多注意嘅？上來咧，呢個血壓高嘅人，記得平時嘅呢個照顧嘅部分，韓國嘅空氣檢查係是自己按用班來注意。思想頭先講嘅最主要你冇聽太口，你好受到自然是唔會血脂肪會飆起來，當然最好是當然檢查一下，檢查之後你血壓真緊有高，你所真緊會去治療，唔係講愛低愛高咧，有來看病嗰些，按推量到你血壓又高，愛低咧。假年咧，按樣去就低假年咧，韓國冇注意，該選基準是當好，冇病毒冇物解，呢種因是盲發覺佢有過下是生病毒咧，是有安尼啊。所以上班下咁講頭先係講，冇講都錯法啦，樣去嗱，啲就有啲個身體嘅啲個問題自家真緊驚心嘅冇講話到講冇事情咧，啲吐眼當然是吐咧，上班下真緊啊啲按用班先真緊唔啲，所以啲啲個空氣嘅問題自家我來關心咯，基本來講到係隻空氣檢查，上來啊啲慢性病還有內道部分我來注意，韓國啲空氣檢查還有內道內容來老大家來講到咧。家下繼續來講，先到兩位來聊下。